次住嘅法式露台房可以揀雙人床或者2張單人床，另外都設有休息區、浴室同埋開放式露台，空間感十足。除咗大家最關心嘅 WiFi 係免費之外，雪櫃入邊嘅汽水、房間入邊嘅飲用水、24小時嘅客房餐飲服務等等，全部都係免費為客人提供嘅。電視除咗可以點播電影劇集之外，仲可以直播部分體育賽事。設施咁齊全，唔講真係以為呢間係酒店房。仲有露台可以日日睇海景，朝早起身仲可以睇埋日出，夠晒寫意。唔少人擔心上到郵輪會冇啖好食，但係今次船上邊嘅餐飲絕對能夠媲美陸地嘅水準。船上邊有多達10間高質餐廳免費任食，除咗自助餐廳1日3餐無限供應環球美食之外，記者重點推介當中5間需要預約訂位嘅餐廳。餐廳嘅質素喺香港人均至少800蚊起。如果大家都有機會上船嘅話，記得一定要全部都要試一次。